的，用个的，用个马的，用是来，这里不能讲来呀，是不是？这里用个马的不行嘛？通常是用就是来，用个马的就不会来，用个马的，在这里是用个马的是不能说来跟不来，这是行跟不行的意思，行得通，行不通，用个马的，空用个这边，那个时候是他会来吗？啊，空用个的他会来，但是现在这里不是用这里是行跟不行，啊，听言，音机，重大，顶着，钱呢？用个马的。那个呢是如果像以前学习英文那样的模式的话，就是不行嘛。不一样，不是，我觉得让他接空就好了。顶着。你说像以前学习英文那样的话，那就是行。那我是这边是依照以前学习的英文模式的话，以前之前，我以前的嘛，中文的话，这里不加的也可以嘛。现在，顶着题呢？顶着题呢用个什么？这样写可以吗？顶着题呢？顶着是题呢？我是口语的话，顶着是题呢？这个什么？顶着是先呢？这个什么？像这样说的话可以吗？肉这样说的话可以吗？顶着是先呢？这个什么？顶着是多呢？这个什么？对，我们这边是用个日哈顶着是先呢用个日对，其实这边的用个日就是可以相当于这个日顶着是多呢用个日这样是可以吗？这样走的话可以吗？顶着是多呢用个日顶着是多呢这个日像问的是这个日那这里用了用个日顶着引起总到钱呢这个马的。这是用个马的，就是相当于这里是几个马的，这里不能理解成来，我搞的这就这个马的，这个马的，还是不见了，这个马的，这个马的，这个马的，相当于用个马的跟这个马的是这个例。
所以回复里面的主要你们要记住是，因为前面的是田啊就是以前嘛，那应激长大就已经问问题的时候就已经有应激长大，顶着是像那样或是依照，那这里要特别的就是要注意的是用跟马的这个词汇啊。嗯嗯，这个那么这个切吗？这个是过去式，切。你这样做的话，嗯。你要讲两件事的话，大部分都前面的词是用过去式，甚至是这边讲的你这样做，那就这个不行。那是如果什么时候人也可以做，这个是过去用过去的动词。啊，这里到这可以吗？阿嘞，听诶，인지정답다 mendawa 가리요래 mendawa 가리요래是吧？가리요래就是有什么？mendawa是不同，有什么不同？mendawa 가리요래 mendawa 가리요래如果讲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呢？藏文怎么说？怎么说？说。哦，挺言明着啊，卡了以后嘞，你们那个切的对，还是可以这样切？挺言是这样，你们如果这样切的话，那个甜啊，糖，明着啊，卡了以后嘞，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都甜啊，这个属格不要，甜啊，糖，明着啊，卡了以后嘞，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甜啊，糖。因为这个挺言是跟以前的学英文的方式嘛，所以这个需要数格。但是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说不需要数格，所以甜啊糖，这个糖相当于跟嘛，汉甜啊糖，明着我卡里有的，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甜啊糖，明着我卡里有的，那跟以前对，就是说你现在是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就会问到的是会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你要比较的是一定是现在嘛？那就不会说以前。那如果你前面问的是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那一定是跟以前。那中间这边的用的是音节长大，就是学习英文的方式。那你这边中文中间的字都可以换嘛？田二党跟以前什么不一样？那跟以前的什么你就换呐、田园米糖比较简单的话，田园米糖明着我卡的有的，跟以前的人有什么不一样？田园米糖明着我卡的有的，田园米糖明着我卡的有的。那如果是天气的话，田园冷西糖明着我卡的有的，跟以前的气候
有什么不一样？他说听言能信堂明着我卡了有了，是吧？那跟以前的老师有什么不一样？怎么说？对，听言讲了堂明着我卡了有了。那跟以前的课有什么不一样？对，听言落天堂明着我卡了有了，听言落天堂明着我卡了有了。跟以前的医生有什么不一样？对，听言面包糖明着我卡了有了，跟以前的医生有什么不一样？是吧？听言面包糖，面包也好，MG 也好，听言面包糖明着我卡了有了。啊，两个都是医生，面包也是医生嘛，MG 也是医生，MG 真是 MG。对，拉萨口语会说 MG 啦，MG 啦。啊，告诉是阿种 口语的话是 MG 嘛，MG 啦，MG 啦。发音是有这个字是这样写的吗？你猜猜 MG？大夫，其实讲的是 member。啊，MG 吗？MG 차지고시 MG啦，一个是차지고치，也一个说刚开始차지고치嘛，所以 M7也好，MG 也好，两种声发音嘛，M7 MG，这就是相当于 member。医生 member，拉萨都会讲 MG 啦，MG 啦。医生，听言 MG 党名着我看了有了，跟以前的医生有什么不一样？听言 MG 党名着我看了有，可能听不懂。啊，面包是全部都能听得懂，面包是全西藏的人都会听得懂，也是看得懂。面包，对，还是学这个比较保险。跟以前的话有什么不一样？啊？哦，听言日木当是吧？听言日木当名着我看了有了。啊，日木画嘛，我看是日木画嘛，对啊，听言日木当跟以前的话有什么？哦，你们是讲话，对对，如果你们理解成那个那跟听言给这当名着我看了有的讲话的话，我的意思是跟以前的听言日木当名着我看了有，跟以前的学校有什么不一样？名着我看了有的，哎，听言落着当名着我看了有的。
跟以前的故乡有什么不一样？민저와 가려요래. 对，등에 포유당 민저와 가려요래. 那这里就回复了，有什么不一样？조 벽에 장세 구유 직 써버려. 조 벽에 장세 구유 직 써버려. 조 벽에 장세 구유 직 써버려. 都是主要。벽에 장사。现在我们把那个属格漏掉了。벽에 장사。벽에 장사。벽에 장사是什么呢？学习藏，对，学习藏语的一个地方。벽에 장사。啊，벽에 장사。啊，那这个跟环境有关系吗？学习藏文的环境那个有个的，所以벽에 장세 구유就是环境구유。什么？这个地方的环境啊？啊，你说已经有散了，就不用讲环境是吧？哦，环境就是 environment， 对。那周벽에 장구유没有这样说法啊？对啊，对啊，习惯用语不会，藏文不会这么说。周벽에 장구유 벽에 장구유漏掉了。因为구유是一个地点，是一个地方，所以要加那个사。구유是环境。啊。这个环境是指专门指地区的环境，如果是指那个气氛那种环境，就是用气氛的那个环境。啊。环境吗？环境是可以讲是抽象的。这大部分是kuyu，就是我们通常也是大部分是抽象的，因此lobje kuyu。啊，lobje kuyu的话，那学校的环境大部分是抽象的吧？你们是具象？你们讲具象吗？家庭环境。김상계 kuyu可以讲김상계 kuyu啊。学校环境、家庭环境、社区环境，这些都会讲的，不是抽象的吗？哦，你提个好问题，要加김상기 kuyu这个不用杀。김상기 kuyu，김상기 kuyu这里没有一个动词。现在我们有个有个学习的那个处，김상就没有动词，一个家庭啊。김상기 kuyu这个时候就不用这个杀了。김상기 kuyu，lobje kuyu不用。
学习那个学校的环境，罗不这可有，嗯，这个其实将跟 John 是用讲那个动词来讲是一个，John 是一个未来词 John，将是应该是现在的讲是罗中 John 罗中将，那你讲话没有区别，将中，嗯，罗中 John 就让你学习罗中 John。哎，不是啊，做别个讲噻，可有几说过的，有这个地方吗？哎，这个吗？应激肿荡，哦，挺应激，不，这个肿有个时候有一个是有过去式，一个是有现在式，它不一定是全部都是不能是一个动词来讲，不是说全部都不一样，不能说是怎么说就是没过去、现在、未来是，如果是英文的话，有时候是都全部都不一样的。那藏文里面的话，有些动词是一样，没有分辨说什么我现在、过去、未来都。有些动词是现在、过去、未来都不一样，有些动词是现在、过去、未来都一样，有些动词是将中中嘛，将中中。应该这个是哪一个？培个种子讲的时候，大部分是培个讲师啊。口语的会这时候不会刻意讲到中，口语大部分都是用讲，讲大可以啊，比如讲大肯定是，比如讲大肯定是啊，对，很多口语的时候不会特意讲到那个发出那个过去的跟那个发音不会特别发，就是以同一个，对。这个所以就是建立嘛，所以就是造的意思，打造或者建立，或者说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可以吧，建立一个环境，嗯，是吧的，造或者建立，谁做的这个时候也是谁吧的，是谁吧的，谁做的，嗯，空给谁吧的，是他做的，那这里是不能做了一个学习的，不能翻成做啊，是不是？这里要翻成要建立啊，要打造。台湾给可有要不要的呗？台湾给可有要不要的呗？台湾的环境好不好？
要不有点，库有卡的要不有点，库有蒙古有了，环境是有各种各样的，卡的库有了，你讲的是哪一种的环境好？库有苍蝇要不的，是，皮他的皮讲些库有要不要么的，或者要不明度。哦，去路给库有要不有的，啊，去路宗教嘛，去路给库有要不有的，去路给库有要不有的。啊，医疗的环境很好，怎么翻？医疗的环境，面包就是医生，有前面有个面，面是有啊，医疗啊，医疗不是地点呐、疗医疗，面所藏文这个时候不能用这个说啊，有点接近，你们你们这个是你们这个是什么？不是这个是什么？法嘛，法的含义是什么？嗯，佛法的那个法的含义是什么？啊，佛法的那个法的藏文里面这个法，这个是自动的词，它是不是被动的动？它是一个动词，确是一个动词，但是它是不是被动？你要把这个要改变嘛，确实要改，所以它不是它是主动性的，不是被动。我们要改变心嘛，修心是确实要修的嘛，改变。那这个如果是用被动的词的话是什么呢？句句，那所以是不是面具？这个面具，听见面具个亏有要不要的？面具个亏有，这个是被动，这是自动的，两个都是动词，要改变。有是，但是这里不会用有，有也是有改变的意思，有 sim 有，对呀，你也可以说 sim 句 sim 有也可以啊，变心嘛，有 sim 有就是变心。sim 九，这个是被动的九，如果是自动的话，九嘛，啊，这是九，这是九，九九，发音不一样。
这个本身变成了嘎，萨嘎达嘎婆萨嘎达嘎呀的加是九若九，这是卡婆卡呀的加是就九若九，一个是被动，一个是自然而变成的，是啊，这两个都是未来的未来词，动词的未来词。过去式的话，这个就不用写前加字，就是求。那这个就不用写前加字。像这种的，往后文法的时候会提到，讲文法的时候会，新转变的嘛，sim 就是 sim 句，这个是我们也是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翻成修嘛，修心啊，sim 句啊。会啊，是生活上也会用到 sim 九啊，变成不好的心也是 sim 九啊，sim 九多少？没得 sim 九多少？这个人变心了，sim 九多少？不是，sim 九本身就是已经变心了，但是我们口语会讲到 sim 九下嘛，就变心了。sim 九下就是过去已经变，九下时候就用到九下时候就已经变心的过去了。啊？嗯。这个就是刻意去，我自己去刻意去改变的，那就是用九啊，我刻意去改，我刻意去改变我的心，那就会用九啊。你没有去刻意，你自然而然就变了。有的时候就无意中会，你不用刻意也会。对着改变就有啊，确实有了啊，确实确实有了啊。可以，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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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是刻意吧？是上面还是下面？sim 九啊，用这个主动的话是这个 sim 九啊，你说主动是自己要刻意做的才会叫主动吧？那是用这个九啊，我认为不可能有被动，因为你心念在变，不可能是，就算人家强迫我要变，我也不可能变。你自己表面上假装同意，可是我心里头没有同意，所以你那个心里头的在变，一定是主动变，不可能被动变。你的主动变是你刻意去像我们是现在的心，如果是改变比较一个。我以前很贪婪，我现在开始要修，我要把我的贪的心，我要改变，这个是不是需要去做一件事，刻意要？你说没有被动的情况吗？没有被感动吗？对，你的心摄取，对啊，所以你的那个是没有摄取那个的，你的心也不会自然会变啊。那不是被动吗？那不会叫
被动吗？你可以决定要不要。你为什么会伤心？因为我被他影响，被那个情景影响，不会这么说吗？语言上可以这样讲，那我嗯说实际上在拆解的那个念头的时候，啊最后还是不懂，没关系，这是另外一啊，个事。所以您的意思，在新的改变来讲，没有什么被动，都是自动。可以主动学个表演。对，可是你还没有到那个风就没办法。就像你看到零食，控制知道吃了会很会胖。这么说，大多时候都是体温，不是体温。啊，所以您想要吃，但平常也有想要吃象征，但是你刻意今天不吃，明天不吃，后来慢慢就形成了再也不吃晚餐了。那这个是不是刻意去？对，我嗯同意刻意这件事，但是不同意被动，啊这跟学语言是两回事。有些地方不是用主动跟被动分，有些地方会讲自动跟他动。嗯，自动他动。动作的重要是发生在那被动是用在什么地方？被动跟他动有什么差别？一样吗？被动跟他动。就之前在叶老师那边上的时候，他不会用被动这个词，因为被动在英语或是日语是别的意思，英语是另外一个用法。几乎跟不几乎的这种用法吗？那被动是英文里面的用法是什么？被你打，那个叫被动。我打你变成我被你打，或者是你被我打，我打你变成你被我打，那个是被动式。其实叶老师有讲自动、他动，几乎不几乎都有讲，但是以自动、他动应该是比较贴切的。门打开了，自动，我把门打开了，他动，我开门就变他动。因为像日语是同时有被动的意思跟他门打开了门打开了，自动嘛。假设风吹了，风啊，那是自动嘛？对吧？我打开门就是他动啊。那就结构就跟日文是一样的，在这个用法上就跟藏文跟日文是一样的。就不会用被动这个词，因为用被动这个词都会比较容易搞混，因为被动是另外一个文法概念，是被动式的文法概念。所以被动跟他动是有差别吗？这么说。就刚刚讲那个，我打开门还是门打开了，还是门被打开？门被打开那个词叫被动式。门被风打开。那个就是被动式，可是门打开了，那是门自己打开，就是自动词嘛。然后我打开门，那就是他动了。他门打开了，他是因为风被打开了，那是什么？它是自动还是他动？风把门吹开。不要说风把门，门就是开，它就是。那如果那个句子是写门打开了，那就是自动词，就是打开的那个动词是门，主词是门，然后打开了。它这有个顺序吧？那个是门打开，就是它是自动打开，它是因为什么打开？被风，那就被动式。是不是被风打开？他动跟被动做这样用，可能就会搞混。就很多时候经常不写，所以叶老师才不用被动这个，要不然就会搞混。就我刚刚讲，把门打开，门被打开，门打开了，这三个不一样的概念啊。这有层次啊，门打开就是门被打开，门打开了，开门啊，那个之后被打开的时候就有个坐格，门打开就是没有什么坐格，国起就是门打开的意思。国水去了，水打开的，它背去有一个坐格，实际上它被国起，那就是被风打开，这个时候有个坐格。但是在上
写起来是不是北样？它背国旗啊。风打开门跟门被风打开写起来会不一样。做的那个人，后面加的人大，被做被他做，被做。被做是被动作，它背国旗嘛。它背国旗，这里有个做格式啊。风把门打开，那门被风门被风打开啊。门被风打开啊。那风把门打开，风把门打开，门被风打开，这个有什么意思？这个一样啊。对，在藏语里面是啊一样的。所以应该换一个动词啊，因为你要挑藏文有自动词跟他动词存在，比如说生借瓦跟借把，有瓦跟有瓦，生嘛借瓦跟生也有自动词跟他动词嘛。用就是藏文同时有存在自动词、他动词不一样字的时候，那个来说明会比较容易。因为藏语的就是刚刚那个藏语的动词没有被动式，是藏语的动词没有被动式，但是你刚刚那是风什么？就有两讲法，风被门被风打开跟风把门打开，就是在英文的写法，动词的写法会加一个 ed 嘛，但是藏语不会，藏语就是反正谁是做动作的人就放一个做就好。中文这个句子有差别吗？风把门打开跟门被风打开。门被风打开就是被动式，风把门打开就是主动式，所以老师如果用主动跟被动的话，有时候就是说学其他文法、学别的语言文法的人就会有点搞混那个，就会误以为你讲的是风把门打开是自动吗？是主动。风把门打开。然后门被风打开是被动式。风把门打开，这是主动。风把门打开是主动，风主动去把门吹开。门被风打开就是被动，因为门被风吹开了，加一个那个被就是被动式。风有自动会把门。自动跟主动是意思是有点不一样。主动是主动去做这件事，自动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它自然就变成那样。没有风，它也不会自然打开啊。应该说，法上的自动是动作的结果发生在自己身上，动作的结果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叫自动。动作的结果发生在别的东西身上就是他动。我们是自动的，是藏文里面是恰切探米列吧，就是撒把弄啊，就是你自然掉下去的，那个是弄啊，这是没有什么也任何没有风什么，没有外力，它是掉下去的，这是恰切探米列吧，恰切探米列，像这种的都是，动作的结果就在自己身上，那就是自动。那如果我把东西丢下去，那就是他动词。我做这个动作，然后结果是发生在被丢的动作这个重心身上。这个英文上面是差异很多吧。好，我们先休息。这个。